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早起举行第7场的国政发表会，谈论到社会福利政策。那国民党的侯友宜是争取新住民的支持，提出7大主张，而且伊也讲到参选不一定爱做正的，接受挂校配。那这民众党的总统参选人呢，郭文哲伊是指控国民党的行为，就是亲像这大党伫咧欺压小党，无选择的空间。目标打造公益社会，互需要人拢会当得到支持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日时召开第7场国政发表会，甲重点放伫社福政策，提出5大方案，包括强化儿少保护、健康促进行动、身心障碍者权益促进行动、强化身心障碍者社区支持、优先自主的高龄生活环境、推动社会安全网2.0、强化保障经济安全。尤其囡仔心理支持方案是延伸到各校啊。嘛推动学生辅导法修法，赖清德当行看讲，那当选会定期甲社福团体见面。那社会救助法应与时俱进的调整中低收入认定标准，扩大社会安全网，让更多有需求民众能够获得政府支持，积极协助低收入、中低收入户的高中职、大专毕业班学生预备生涯衔接。国民党侯友宜去台南提出新住民政策7大主张，那有新的新住民全面纳入健保，推动中国配偶摕到身份证缩短到4年，建立全国统一平台，设立新住民语言中心，而且成立移民委员会。不过拿白合一直拢无共识，侯友宜讲要阁坚持做正的，挂号2个人的名伫咧同一张选票顶悬，要互拿白合有阁较侪空间。不过郭文哲下晡直接讲，安尼像大党伫咧打压小党共款，硬要逼分。因为国民党的目标是要甲赢过赢，不是要赢这场选举。逼婚，你知道？而且连那个选票都帮你印好了，只有柯侯跟侯柯，他完全没有让你选择的余地的。他一开始说我可以当户的，是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会赢啊，他才会这样讲嘛。我想是这样的哦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讨论合作的，也没有说不能合作嘛。我不逼婚啦，我你情我愿啦，坚守承诺啦。安尼是较重要，所以政党合作是全民的期待。我嘛希望顺顺利利，会当大家结婚有成功。国文哲强调讲，组成联合政府，嘛话讲爱提出互双方拢同意的比赛规则。因为侯友宜讲伊并无逼婚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讲，校挂配也是挂校配拢会使，2个人一定爱伫选票顶悬。不过，即嘛传出挂轨合作有3方案，包括由郭台铭推荐副手的人选，比较特殊模式。由郭台铭担任有实质影响力的角色，或者是比较顶一届大选，由郭台铭推荐人选冠名民众党无分区立委。不要预设任何的立场，而且2个人的慢慢谈，总有一天会顺其自然，水到渠成。侯友宜嘛甲郭台铭发声，会当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因为黄士修是爱国民党顾全大局，会当互郭台铭代表国民党实现拿白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